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歡迎嚟到人民往事。如果問你喺香港娛樂圈橫跨超過半個世紀嘅歲月裏面，邊一個男星最能代表嗰種永不褪色嘅巨星風采同埋瀟灑型格？大家腦海裏面浮現嘅一定係嗰個，無論去到邊都戴住墨鏡，一身考究西裝，被全香港親切稱為四哥嘅殿堂級巨星謝賢。喺無數老友記嘅記憶裏面，佢係黑白片《時代》、神都俠侶裏面嘅楊過，亦係電視黃金年代《千王之王》裏面眼神銳利、風度翩翩嘅羅四海。但你可能難以想象，呢位睇落一世無憂無慮、風流倜儻嘅傳奇大明星，佢嘅人生其實同樣經歷過無數嘅風浪同大起大落。佢見證過香港電影嘅起起伏伏，經歷過事業嘅轉折同投資嘅波折。但無論面對幾大嘅考驗，佢從來冇喺人前展示過半點頹喪，永遠將最體面、最專業嘅一面留俾觀眾。更令人肅然起敬嘅係，到咗85歲高齡，佢依然憑住演技喺殺出個黃昏裏面震驚全港，一舉奪得金像獎最佳男主角。謝賢用自己大半生嘅傳奇，話俾所有人聽，咩先至係真正嘅巨星、傲骨同型格。今日就讓我哋用最客觀、最體面嘅情感，一齊嚟拆解四哥謝賢呢一段最瀟灑、最真性情嘅傳奇人生。謝賢喺1950年代考入領光公司嘅演員訓練班，正式踏入演藝圈。喺嗰個仲係黑白電影嘅時代，年輕嘅謝賢憑住身材高大、官仔骨骨嘅外形，加上一種天然嘅貴氣，好快就喺影壇脫穎而出。佢拍過無數經典嘅黑白粵語片，喺《神雕俠侶》裏面飾演楊過，紅遍港九同東南亞，成為當時名副其實嘅第一當紅小生。只要有佢主演嘅電影，票房幾乎係信心嘅保證。到咗70、80年代，香港電視業迎嚟黃金期，謝賢加入無線電視，將自己嘅事業推向咗另一個高峰。1980年，佢喺重頭劇《千王之王》裏面飾演棋逢敵手、賭技高超又重情重義嘅羅四海。劇中佢一身大衣、手拿雪茄、眼神銳利嘅瀟灑形象，震撼咗無數電視機前嘅觀眾。亦都正正係因為呢個角色，全香港由台前幕後到街坊老友記，都開始親切咁尊稱佢為四哥。四哥呢個名唔單止係一個角色嘅稱呼，更加成為咗佢半個世紀以來喺娛樂圈嘅標誌。當時嘅謝賢名氣同人氣都去到頂峰，佢喺鏡頭前展示出嘅傲骨同巨星氣場，令佢成為咗嗰個時代無數年輕人模仿嘅對象。但係呢份萬眾矚目嘅光鮮背後，謝賢對待演戲呢份工作，其實一直保持住極之嚴謹同敬業嘅態度，為佢日後縱橫影壇幾十年打下咗最堅實嘅根基。喺娛樂圈浮沉幾十年，謝賢經歷過無數嘅風風雨雨。隨住歲月流逝，香港影壇從黑白片過渡到彩色片，再到電視台嘅全盛時期，身邊嘅同齡演員一個個淡出或者退休，但謝賢卻始終屹立喺舞台中央。然而大明星嘅人生亦非一帆風順，佢喺商業、投資同個人生活上面都經歷過不少大起大落，甚至面臨過經濟上嘅沉重壓力。但無論遇到幾大嘅困難，謝賢都有一個極之令人佩服嘅原則：輸人不輸陣，喺人前永遠要保持最體面嘅形象。佢從來唔會喺傳媒或者朋友面前訴苦、自怨自艾，反而每一次公開露面，佢依然係嗰個頭髮梳得整整齊齊、戴住招牌墨鏡、着住考究西裝嘅四哥。佢對自身形象嘅極致追求，並唔係單純嘅愛靚，而係出於對大明星呢個職業嘅最高敬意。拍戲嘅時候，佢更加係出名嘅極度敬業，就算到咗晚年客串或者演出，佢都從來唔會遲到。對台詞同造型要求極高，對現場嘅工作人員同後輩亦都非常客氣體貼。佢用幾十年如一日嘅自律，話俾大家聽咩先至叫做真正嘅職業素養。呢份喺風浪裏面依然保持優雅同傲骨嘅態度，令佢喺整個娛樂圈裏面贏得咗所有人由衷嘅尊重。提到謝賢喺銀幕上面嘅經典形象，除了70、80年代嘅大俠同千王之外，千禧年代佢喺周星馳電影《少林足球》裏面飾演嘅反派大金主強雄，更加係震撼咗幾代年輕觀眾。當時嘅周星馳親自邀請四哥復出參演，而謝賢亦都一口答應。喺戲裏面，佢將一個一手遮天、目空一切嘅反派大佬演得活靈活現。佢喺戲裏面倒住煙斗、梳住油頭、皮笑肉不笑嘅神情，將強雄嘅囂張同陰險展現得淋漓盡致。特別係佢喺戲裏面嗰句經典對白：球證、旁證，加上主辦、協辦，全部都係我嘅人，點同我鬥呀？到咗今日，依然係全網瘋傳、家喻戶曉嘅神級金句。謝賢用佢獨一無二嘅巨星氣場，同周星馳嘅喜劇風格碰撞出極強嘅火花。呢一次嘅演出唔單止證明咗佢寶刀未老，更加讓無數冇經歷過黑白片時代嘅90後、千禧後年輕觀眾第一次見識到咩叫香港終極大哥大嘅壓場感。
無論係做大俠定係演反派金主，只要謝賢一站出來，嗰份王者嘅氣勢就無人能夠替代。當好多人都以為謝賢嘅演藝生涯已經圓滿，可以安心享受晚年生活嘅時候，佢喺85歲嗰一年，卻再次俾咗全港觀眾一個震撼嘅驚喜。2021年，佢接拍咗電影《殺出個黃昏》，喺劇中飾演一位退隱江湖、生活孤獨嘅老殺手田立秋。為咗演好呢個角色，一生極之注重形象嘅四哥，居然願意喺鏡頭面前摘下佢戴咗幾十年嘅招牌墨鏡，露出最真實、最滄桑嘅素顏，將一個老人內心嘅寂寞同柔情演得入木三分。呢一次嘅演出完全打破咗世俗對佢淨係識得做大明星嘅刻板印象。佢憑住精湛、內斂又充滿感染力嘅演技，震撼咗所有影評人同觀眾。喺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面，全場嘉賓起立，伴隨住熱烈嘅掌聲，85歲高齡嘅謝賢喺台下接過最佳男主角獎座，正式成為金像獎歷史上面最年長嘅影帝。喺台上接過獎座嘅嗰一刻，雖然佢說話簡短，但嗰份從容與淡定，卻道盡咗佢幾十年嚟對表演嘅執着。從1950年代嘅黑白片小生，到80年代嘅電視大亨，再到80多歲登上影壇嘅最高峰，謝賢用實力證明自己唔單止係一個風流瀟灑嘅巨星，更加係一個用一生去熱愛電影嘅殿堂級演員。縱觀四哥謝賢呢80幾年嚟嘅傳奇人生，佢經歷過香港娛樂圈最輝煌嘅黃金時代，亦走過自己人生嘅高山低谷。世人總係中意談論佢嘅風流瀟灑，佢嘅招牌墨鏡，但佢留俾呢座城市同幾代觀眾最寶貴嘅財產，其實係佢骨子裏嗰份輸人不輸陣嘅傲骨，同埋對演藝事業幾十年如一日嘅極致敬業。佢用自己嘅半生話俾所有人聽，咩先至係真正嘅大明星精神。無論時代點樣變，無論自己處於人生嘅邊一個階段，佢永遠將最精緻、最體面、最專業嘅一面留俾觀眾。到咗80多歲，依然敢於挑戰自己，用演技征服影壇，活出咗一種超越年齡嘅瀟灑與通透。佢唔單止係香港娛樂圈嘅活化石，更加係大家心中嗰個永不褪色、獨一無二嘅終極大哥大。今日謝賢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。睇完整個故事，你最難忘嘅係佢喺《千王之王》裏面威風八面嘅羅四海，定係佢晚年喺《殺出個黃昏》裏面摘下墨鏡，震撼人心嘅影帝演技呢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對四哥嘅回憶同睇法。喜歡我哋分享嘅香港舊時回憶，記得幫忙點個讚、訂閱《人民往事》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期再見。